平台天里欢乐相聚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新年期平台天里又到大家见面一次。今年呢是建国57年，对个。在这个57年当中啊，农业的中国可以讲一声，这个变化是实在大，翻天覆地。其他不讲，谁讲你上海是新月仪啊？一点不错呀。接下来呢，我先来讲讲我们中国的变化。中国的变化。这个你这个思考对这个，你来记住节目你都上来上去的。是讲呀，这中国变化，我让你都讲了，你记住节目讲。你为他讲，你4个人嘛，都听过2讲就讲的海话。这句话都对的呀，这娘都讲不来过。你这个立场有问题，你帮上人呢？不是讲要娘都讲的，不过你都是俺一头讲呢，大家听不听上？我们爸爸台上你先讲，我先讲。好的，现在我来吃副对联。哎呦，晶晶呀，看上去又在那儿来吃对联了。为对联了。哎呦，听听看呀。上里哎，名副九州乐。那么屋里啥人来啊？屋里就是国强5月欢。好，领个。啊，我问你啊，看上去不对啊，你这生意不离都抢脱的。这倒是个。我也分讲了喂，我光是吃了胃炎灵了。胃炎灵了。那么听听看呢？上联民奔小康路。啊，屋里啥人？屋里我来喂。国珍大治年。阿玲。我这样的呢，你到临时没花地方来是怪。你想想呢？三哥，你都说来1人1副对联。那么你3个也要来副对联。现在看上去你不对联是，你都不让你讲门。要来副对联的。你都放心，对联拿出来随时。我的上联是两岸同气一统，下联是九州共乐国庆。这个并不同样是，那个讲一声出来个对联，还属于谁得高看得远。晶晶啊，你这光讲过中国的变化，讲过上海的变化，那么你还要讲讲你平台的变化的哇？你都放心，讲起平台的变化么样，我们来讲什么？别猜的，这里讲门都上人讲呢，也请来自草草的听。月影清寂，月更明。家月人，云为生儿，最生心。张继林，苍劲，与你中气，在北凉之中，几根筋。纪你好，上机关妙手迎来，妙手迎来，不忘名。西门弟子东家庄，青山日来深情。
去参军日，你虽兵称得东山的平时神。一欧，谢谢亲人，心里是他百姓真是云在山外。同营来，累得精品几真神是恶，撒开身，几身发出用苍心，风雷是呀眼真勇。自体来因养成百姓动身听不猜中眼真是老苦苦是变所中间呀也因美，一人动人泪天云，话不赢口文赢手是赢，思切动人功的深。是天亮万物人，谢谢飞行机人，余伟翠、沙小军、李荣康、张日军、小石头是张振武，能比如意也一人都是风格迥异。
城。虽然不知梨花落，戏里戏是蜜飞，彩月的想想杨玉分一出，只谁真若不知句，今杀生一用谁后李军待呀情人四处远，时常居家刚问来，仆人都长谁为君？今日铁砂御用时，清理五要杨乃真。王月香、张维珍、蒋云熙、王月熙、雷云长、高美玲、徐世月、高世芳、沙文来、沈美珍，都是国女风采，光扎身。名家常不尽，差不离，才来杀君心，才来杀人心。耕耘收日在，国女牺牲。与之饮，并得一月40成。哎呀，跟两声讲，4个小姑娘打得来个这么真个嗨！不过唱子半日了，唱的侪是艺术家的名词，咋晓得唱名词嘛？用不着唱得个呀，我们刚刚一样的呀。蒋玉婕、张继廷、叶玉梅、杨振宁、杨振。对，4个小姑娘，今天讲得一眼不错，那么最还有啥个作品拿出来？罗文丽呀，你讲作品嘛，里头哪会晓得呢？哪啦？建国以来57年的作品啊，那么里头你看看在这个第二期，还里头作品嘛根本讲不清爽，讲作品嘛被我来讲不大。你讲，就啥个道理，也非难讲，根本都啥人讲呢？你请两位来试，唱不大大听。白子天用花木丁，一支几把相迎。
是百口豆腐饮。手通四目金的足，四动名字处处随机真。经典时刻灭金风，君们走入玉心殿，诗人人真知他，大闹有门上君能定。沈眉头，不负所负来真女，啥知不？红山大雷火定哎，真。思想之，上身月下分两片。继续中生，上身的贵妃再举明王禄，那风雷天子亲在门。白如是四目金山对发黑，都江相为许后文谁虽在，马人扎情上动定眼头扎紧，哎哟，可扎面孔吓杀人。只有杨梅房，雨中下着满里卷，三下旅人把秋香地。武松怒杀西门庆，两种双双生死离，心头万愧富贵因。往日般一封家书写把几万黑，陆军是美声的看起有问，
女来将军，分母相聚龙不败，一马双龙是战归营，为神相守吉林大，后的辈8月定恩，心乡里大红包，圣代子勾定神，四进士大发门子，上有玉堂臣。家族名配都善，也是哪里藏的情，都是对对相守。到时真先生啊，这两只 QQ 美玲哦，我你平台刚刚名声名作侪唱出来的。听得出个，动作呢经化足功夫。对的，不过搿两只开篇呢，唱的侪是我们平台的传统节目。搿他其实你平台解放以来，新节目还是复复杀杀。对个，就是太多了，从努力个方面唱起呢哎，。搿个你放心，我在安排好子哦你安排好。你从工农兵山个方面来唱我们。先听大家听功。黄浦江那个四大红衣村的那盲生首场里向好了，不让红进来。在黄浦江里的四大首场里向是半队，那么搿啥地分开方式好什么？啊，帮过些辰光回到后台浪向，少整个大地分开浪忙，实在都不够。马上去莫说这个动都不动，心里想急，这个不听人发言啊！他是两目睁睁，可是别病看，见那士兵飞在身上来。我是恨不能历史叫他来审问，不非一兵一枪弹，把那匪军下面来玩头看。为什么这兵看？为是人不下，家人真不把心等。唐白帝君来发觉，不生生不遇困难，是他更多的生命要长增。想到其实
句。他是浑身郎11三，平日满意是几多，今朝是么一秒钟，他等得不能他是后续提出心激动，胸口是动一受伤。那么李啊，哎，刚刚的是新作品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那哈个气势磅礴。哎，这个就是新开篇的特点呀。那么欣赏之功以后呢，要请大家听一段侬。马中大师，我本来是对好夫妻，现在夫妻有矛盾子，那么为点啥呢？因为马中要养队里一只三边的马，那么是我们呢，家里非养马，等了屋里向搭里一台羊车。马中不答应，伢子一头总要放脱一头，两头才够的呢，进来打不够，这神就要养马。我那是说不得来着。白子你这林子打狗马羊娘讲一切，不绝对不能看。没好我睡觉不比清爽点，但是说家好在，皮头铺盖一头不得马棚里一门心思，佛是个只伤病的马。那么是我们呢，为得娘家，在镇浪向做子两只山区，里带一门心思了让养吃。一个吃辛吃苦为大家，一个忙忙碌碌为自家，一个王玉国，一个是女国，两家头弄得来各归各。夫妻两人各有心。做佛家吧，一个儿把下去当作白红针，一个儿在马棚中呀呀动马甩。且得云雨兮，一个儿是吃日不心细，绝不娘下之恨。一个儿为养马，熬人心后血。光阴用啊一个，这一
马终日他已来，上八72年但不知娘儿口恩人，为什么至今还不知家门？想起是一个多月子，哪为不走个呢？想这个呀？啥地方走呢？农家那里走啊？也来个呀？哪不来个呢？忙呀！此为兵马刚烈雨，我是里里外外一个人，所以也是片刻难分。要想来进，几次三番没空。哎，今朝得恰在马中日，今日骑马送后去。路过草家村，我身边头望娘儿身。今在马中镇上向送点好食出去，前腔路过是我爷娘屋里面顺大便去接接口，而不是是我阿肯走啊。啥介绍阿肯走了？等啊等子那啥有子啊？马中一来进门，是我白子儿子领子带个跟子谁走？夫妻双双归家走。身家马中妻人心。怎么了呀？哎呀，公德之侬的节目呢，在唱给大家听过的。再乖，接下来要唱兵的。哎，是去唱兵的节目。开片头来，南京路上海八里，路为青青，为御史出重山，为顺势夺西。可样子你做今朝菜三日，菜三日呀，菜三日。好着你看见那两人吃的太义气在。对，大家来，奶妈。上坡你义气，但你奶妈奶嘛。奶妈是对的了，不过你到奶妈嘛这个地花的呀，肯定也是接下来请两位来是唱不大家听。就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只会听别人唱不大家听？你都自家也不会唱的，一点都不要唱嘛！你的意思哪里？依然唱不大家听。雷锋，伟大的普通一兵。世界领神奇，
晶晶啊，来风是你学这个榜样。你才向你学这？对个，刚刚苏三娘啊，搿只开篇唱得不错个。唱是唱得算是好，唱得好哦。不过就是出我满对付大好。哎呦，得来真开心呀！屡屡不相像了。哎，那么你啊，哟，你让我来个家哈，我嘛，哎你干嘛得啦？现在对外购得来青岛吃喜嘴，吃喜嘴呀？哎，说跳，还是结婚咋？哎，你还是个，我结婚是当年才。不要不要不要！现在这个结子婚嘛，还离婚，那么再。哎，东西，你先生听见嘿。嘿嘿嘿，说说闲话，我晓得个，你对儿子结婚。我想怎样来？我跟你说，你儿子娶我呀，刚刚到1年级来。屡屡不相像的。哎，那么啥个喜剧呢？动迁在。哦，结亲之喜。哎，要上地铁呀。上地铁啊？哎，那么房子哪里？哈呀，真是赞得嘞！比牛来大，哦，比牛来好。哦哟，灵啊！2房2厅，复式结构，2卫生，实在好。我是。是上俺来青岛，哎，一道去吃喜酒呀。哦。搿么啥辰光呢？礼拜六夜里6点钟。好的。哎。哟，兄弟啊，你哪来的家？宝贝儿，你在那干啥？要拿自家吃。是的。那么正好，我给他请着。那哈。青岛吃喜酒。哎呀，搿么啥个事体啦？结亲之喜哇。哦。哎。是的。你屋里向原来个账户啊？要是400万个资产过来，生意要动起的呀！哎，搿么你都住了浦东啊？现在搬到老大去啊？
而离开浦东我不晓得个。哦神去了浦东哦神去了，浦东稍微方向往南一点点，誓不加油。哦哟，灵个，当然明白。啥房子？你晓得吧？我本来屋里两房一厅两公房，对不去跟我。现在不得了。哦门对门，两套两房一厅，外加公寓室。哎呦，大哥的娃子挺好看哇，灵个。那么你爷娘一套，我一套，结婚房子是好的吧？在里旁边的。心里开心啊！要请大家吃喜酒。啥个辰光呢？啥个辰光嘛？搿辰光好个，礼拜六夜里6点钟。哦，哎，兄弟，你是哪去？你这谁来哎呀，你们手机不开的，这不是我们手机发票呀？哦，已经这的回来，听到那吃喜酒。那也就是。听都能晓得个你。解体之喜啊是啦？哎，对。那么啥个辰光？礼拜六夜里向6点钟。那谁是礼拜六6点钟呢？什么乐大人嘛？那么这样呢？你吃下子你多喜酒呀？别忘记7点钟一大口饼来天地。东方熙熙红是真，上海一片新面貌。改革开放，变化大，实心愿意高绿上，誓不牺牲上美。斗得我扶来贴，我是茶娘光西下45句落香呀，小区围巾都美丽，落日红花分为家。两房32尺，三房可有个47趴头，必是幸福啊！各种房檐神一天。生无一比两样，生活更美。哈，举房给的，为那新政策，国家的房屋一塌又一塌。是中国我听把
了不得，实心愿意考虑啥？人人都能是心房家家红红落大大，人人都能是心房家家红红落大。姐姐，那么你啊，哎，那还建国57这一年，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家里向，我以江小平同志这样一段故事，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同志的一种怀念。对的，你怀念里、想里、跟俺亲戚里，一点不错。今朝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。平台天地，欢乐相聚。再会。